好，今日保罗，今日咱经文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，第12章第12节到31节，吼，介长，所以我无照伊的经文一节讲落来，我照伊的重点讲，吼，伊的重点来讲。保罗伫即段经文内面，伊用身躯正做一个比喻，吼。他用身体吼，身躯正做一个比喻。一开始伊就讲一个身躯有侪体。吼，第一句是和合本华语，第二句是咱台语和日本的讲法。好，一个身躯有侪无共款的肢体吼，肢体就是鼻仔啦、耳仔啦、喙啦，无共款手骹吼，一个身体，一个身躯有侪体吼。伊要用即个来比如，其实咱若真少看，其实有4个重点吼。咱一个来看，即摆先看伊的比喻就好吼。第一个重点，伊咧讲一个身躯毋是干那一个肢体，什么意思？一个身躯是有侪个体吼，所以毋是讲我即身人对头到尾拢鼻仔，也是讲对头到尾拢目睭。如果毋是，伊讲一个身躯是有侪无共款的体吼，所以伊讲袂安尼讲，咱即个身躯袂安尼讲，袂安怎讲？讲目骹袂讲啊，我毋是手，所以我无属于即个身躯。听得懂他的意思吗？那我即个身躯，规个身躯位头到尾拢是手，所以即个骹只好讲啊，因为我毋是手，所以我无属于即个身躯。好，这保罗的意思，他讲得很简单。啊，头嘛袂安尼讲，哦，耳仔嘛袂讲啊，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我无属于即个身体，吼，即个身躯，吼，伊讲袂，吼，保罗意思讲，你毋免是耳仔。才会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你嘛毋免是耳仔，才是身体的部分。吼，因为即个身体有耳、有目睭，吼，所以不必是特定某一种器官，才可以称为说你是即个身躯内面一部分。吼，所以无任何一个身体是用共一个体来组成的吼，所以讲上帝对伊家己按照伊家己的意思，甲无共款的体吼肢体啊，放伫一个身上，吼，这简单呢，保罗用这简单的比喻咧讲，所以身体是一个啊，毋过却有侪无共款的体，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，好，第一个重点啊，就进来就比较复杂了。虽然吼身体有侪一个身躯有侪的体，啊，毋过这侪体是彼此挖可彼此有需要的。好，第一个重点是一个身体会有很多不同的躯体。好，啊，第二个重点是，这无共款的体其实因是互相有关联的，好，互相又有需要的，所以也不会这么说，不会怎么说。耳仔目睭袂对手讲啊，我无欠勉力，啊，我目睭就该赞啊，无欠勉力。啊，伊讲头嘛袂对骹讲啊，头较重要，你骹无路用，吼，我无欠勉力。伊的意思是讲，第二个重点，这个身躯有侪无共款的体，啊，毋过。这些体其实是互相有欠勉对方，好，他们需要彼此的合作，好。为了怕大家听咧拢困去吼，特别情商咱的那个敬庆执事起来做表演。我专门那个启龙长老跟那个世勇长老都不理我，吼，来敬庆来。不过启龙长老来帮忙。三角到三角角，有咧，等者变。你变这个翻跟斗吼。好，先卖个单哦。来啊，咱
注意哦，我让敬庆执事等一下单脚站立，你们要数到10，看伊有法度徛10秒钟无？容不容易啊？可以他办得到办不到？可以吗？咱试看卖啊离他远一点。没事要花伊要变过，较花就好啊好，来，咱10、1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预备，来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你还年轻呢，好，可以放下来了，不错呢，不错，还没有，接下来才是重要的。好，咱请敬庆脚再起来一下哦，一样数到。脚再起来一下好，敬庆，这时候闭眼睛，好，快数，快点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放下来。天哪，我找错人了，应该找谁才对？照理说闭眼睛是站不住的，你看怎么站得住？讨厌，不过他到底有看到伊闭眼睛的时候开始尿不？开始尿各位这不要以为没有关系咱的身体绝对互相需要帮助。你很讨厌，谢谢敬庆支持所以唔通动作讲我这个头介重要，我无需要脚我手介重要，我无需要耳仔。这是保罗要讲的第2个论述的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，一个身躯是有侪无同款的体。第2，这个遐尼侪无同款的体是互相需要挖靠对方的。第3个重点，拢请啊第3个重点，保罗讲，这是一个最奇怪的重点，讲人看最软弱的肢体，其实伊搁较无法度，更不可缺少啦。我在看这条经文，我在想是我要用什么例子越是人看无重要的肢体，他说其实越不可缺少。保罗用侪来做比喻，讲较无咱看身躯较无贵气的，就咱就装他伊，互伊较尊贵。较无文雅的，咱就互因搁较文雅我在想说，到底有什么例子在讲这个？伫咱身躯顶面迄个肢体、迄个体，咱看较无重要的、较无贵气、较无文雅的，咱会得甲装它搁较重要我小时候真的有流传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进化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有一个小小一节。进化到后来没有用了，是什么？盲肠你们都知道，所以没事就可以把它割掉，对不对？免得以后有盲肠炎。捌听过安尼讲过？有无？有啊，我小时候都这样听然后真正讲听说因美国人生出来就安那，就甲割盲肠，捌听过安尼讲无？他说以后就不会什么盲肠炎，所以那个盲肠很没用嘛，对不对？留着以后还会生盲肠炎，对不？结果现在看医学报告不是这样子呢，这麻烦，咱才有几个医生，袂使黑白讲。他说盲肠其实跟免疫很有关系，它有很多的淋巴，反正。虽然还没有非常确定到底它的功用是什么，不过现在的看法，袂人去建议讲
无代志的个安那，就把它怎么样切掉吼。其实还真的，伫咱的身躯内面，最体拢有伊的功用吼。咱有当时啊看最大，看最细，有当时啊看最重要，有当时啊看轻，啊毋过因互相拢有牵连吼，互相都有牵连。第四点，第四个重点，保罗所讲的第四个重点就是讲，啊若一个，一个体受苦，啊，所有的体就做伙受苦。啊，若一个体得到阳光，的所有的体拢快乐。刚刚明明就好好的，好，一个体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一起受苦。一个体，那阳光，所有的肢体的阳光，哈。各位兄弟，骹捌闹过无？吼，啊闹过，闹着骹的人行路就安那，一摆一摆对无？吼，你敢知影一摆一摆落去吼，即摆来的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你闹着架骹去闹着，吼，啊即摆行路一摆一摆一摆，啊即摆来变啥物代志？倒骹就个闹着。左脚的压力就大啊，其实更大的压力会跑去髋关节，对不？好，就是讲全身躯拢要为着你这个受伤，拢爱做啥？调整。哦，啊，迄个受伤若一直落去，你的全身躯就拢歪去。好，所以一体受苦是全体都受苦。啊，毋过反过来，那一个体得到阳光，就规个拢快乐。吼，规个拢得到阳光。好，所以咱那个下段四个重点归纳一下，再讲一下。保罗这个比喻非常的简单，伊是咧讲啥？怎么少一个？好，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躯有侪的体，不同的肢体，它不只是要告诉你有不同的肢体。第二点，这不同的肢体拢是互相安那，拢瓦克，互相有需要对方的。啊，第三个重点是讲安那。就是今日讲题目，吼，就是愈看起来愈无文雅的，愈看起来愈软弱的，会加添互伊搁较阳光搁较水，吼。啊，第四点，这会受苦，啊嘛呐，这会得到阳光。保罗讲了这整个比喻，伊是要讲啥？伊是要讲一开始要讲的，好，第12节有讲到一句话。好，伊讲13节，因为咱众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还是希腊人，吼，希利尼人，无论是做奴才的，还是做自由的人，咱拢对圣神受洗礼，啊，成做一个身躯，好，所以他要讲的是这个概念。不管你怎么分类，对人你要安怎分类，咱拢是。基督徒，无管咱什么款的种族，不管什么款的身份的阶级的阶级，吼，伊讲的，不管你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，无管你是做奴仆的，还是你是自由的，甚至是主人，拢是安那？我怎么会按成？拢是对一个圣神来受洗礼。成做一体，好，对共一个圣神受洗礼，成做一体，好，成为一个一样的信仰的群体，好。才有一句话，保罗写一点仔麻烦，爱解说一下吼。其实伊是讲三句吼，伊毋是讲一个对一个圣神洗礼，成做一体，伊是安尼讲的。伊是讲对一个圣神受洗，成做一体，后面又多了一句同饮于一位圣灵，吼。它的原文真正是安尼，对共一位圣神啉吼 ，drink 吼 ，drink from the same spirit 吼，真正是安尼写吼。啊，是咧讲啥货？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教大家，各位兄这介绍的希伯来文学的一个写法，前后对称啊，甲中迄句
当做是重点。好，它前后都是在讲圣灵，从一个圣灵受洗，后面那一句是隐于一位圣灵，重点是被夹中间那一句话，就是讲那伫圣性里面那是真做讲一个身体哈，他是要讲这个概念就好了。所以他都讲过，无管咱安怎分，不管怎么分类，保罗跟他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种族，一个是身份阶级。好，保罗讲的是，无管你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，这是种族的分法；无管你是做奴仆的，还是做自由人、主人，这个是身份阶级的分法。讲下这。保罗讲这个是颠覆的，我们咱即摆看起来无啥物货。你去想象，伫厝里吼，我是主人，无啦，反过来吼，伫厝里吼，伊是主人，我是奴仆，对无？安尼我伫厝里爱创啥？服侍洗骹吼，伊叫我去死，我就安那，我就无通活，对无？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嘛，不是仆人，是奴隶吼。这个主人要我去死吼，我就活不了了。伫厝里是安尼对无？啊，敬庆执事甲我两个人来教会说平安啦。刚刚我们主人仆人在家里是这样子，啊，今晚来教会，我两个人是安啦？我兄弟尔啦，无姊妹啦。啊，两个人是兄弟呢，吼。有可能我伫教会伊爱安啦，甲我旁地呢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保罗在那个时代，攻击宽为是一个很严重的颠覆哦。伊讲不管你安怎看，哦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你是希利尼人，还是讲你是做奴仆的，你做主人的，做自由人，咱拢是同款，一个身躯内面无同款的体。他讲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好，虽然咱今麦看起来无啥物货，伊敢若举两个例。那不管怎么分类，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分类？性别，不管你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拢同款伫一个身躯内面，可不可以这样分？可以吧？好，不管你是上面职业，那基本上用我们现在来看，不管你上面知识水准哦，你只有小学毕业，人家我有3个博士呢，好，所以我伫教会比你较悬对无？更嘞，哈哈。不管什么款的肤色，吼，好，我乌的，你红的，你黄的，拢是同款的一个身躯内面无同款的体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保罗要讲的是这个概念，好。啊，真正各位兄弟，真正无分重要性吗？真的不分重要吗？保罗讲的。这无同款的体，拢互相有需要。啊，无同款的体伫一个身躯，拢最重要。啊，毋过拢平平重要嘛？是毋是安尼？举一个例，来，咱敢知影咱教会中执会内面安怎分组？知哦。刚刚咱比如一个点头，啊，恁是知毋知啦？咱中执会内面安怎分组知无？恁拢毋知哦？我分大组、细组、中组，毋是啦。我安怎分？有团队组、有教育组、有关怀组、财务组、总务组，有资讯组。这大教会可能有无共款吼？咱教会是安尼分的。啊，那关怀组各分3个小组，就是招待、探访啊，甲服务。哇，这2个组倒是较重要，拢重要，敢无一个较重要的？有无啦？你拢唔敢讲哦，惊去迄个得失着这个组长是无？反正你也唔知啥是组长啊。你敢知影团队组组长什么人？啥物货？哈？啊好，咱介绍趁这个机会，来团队组的组长，请徛起来，互咱熟悉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施庆斌长老啦，吼，好。啊，教育组的组长是啥物人？哦，
蔡金银长老啦吼，啊关怀组的组长咧，啊客营长老啦吼，啊财务组的组长咧，哦伫后壁万来长老啦吼，啊那总务组的组长咧，伫遐吼肖长老啦吼，啊那资讯组的组长咧，哦看后壁无哦魏长老，我这样是趁机给你们介绍，介绍了就要记得哈，不要像我每次还是介绍过都忘记。现在很多人名字我还是叫不出来，好，无影。所以这哪周是这里较重要。好，系啊，即马拢知影组长啥物人，只好讲拢重要。佢啊，其实咱来看迄个保罗的批吼。要有一个概念，保罗若写批予哥林多教会，就表示伊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是毋是？吼，哥林多教会有一个问题吼，因做业权迄个有智慧的人，有知识学识的人，好啊，刚好哥林多教会有知识有学识的人吼。又很喜欢讲较歹听的装神弄鬼，吼，就是讲哦，我这高深的智慧财宝吼，我也要讲一寡这高深的话，大拢听无，吼，啊，拢爱有人翻译，较有人听有话吼，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啊，那教会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保罗的教师就安那比较怎么样？压这种人，然后提高什么？另外一种人，知影我意思无？好，所以一定有分较重要、较无重要。啊，毋过这款的较重要、较无重要，毋是绝对，是看这个群体的问题是伫倒落。就是讲这个群体呐，比较重视理性，比较轻视感性。这个时阵保罗就甲安那。理性的跟安那压一压，就比较把感性的提高一点。反过来，嘛是颠倒过来嘛是同款，所以咱唔通讲拢重要，其实有伊较重要，啊有伊较无放伫中心的所在，一定都是有的。看这个群体较注重什么货？啊，我毋是讲安尼是对的哦，我是要讲安尼，咱才会当知影咱的欠缺是伫倒落。如果咱教会很注重财务组，啊，将会怎么样？我们会特别怎么样？不时就叫你们干嘛？奉献。我现在不是讲好不好，我是说可能会产生这个情况。好，啊，那是。哇，比较重视教育组嘞。哇，安尼，逐礼拜都咧无闲上课开会吼，查经班哦，我毋是咧讲好啊是歹，我是咧讲有当时啊，我们会偏重某一个面向的时阵，咱家己爱知影，知道才能够什么，开当调整。啊，那安尼的话，各位兄弟，咱个人教会较注重什么？好，王长老讲另外一个方向，咱个人教会较欠什么货？哈？咱较欠啥？关怀。哇，一讲出来，我们关怀组的压力就怎么样？肩膀就重了哈。各位兄弟，我要讲诶。保罗要写伫哥林多前书，伊绝对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写的。好，他当然要寻求一个平衡，不过他一定会说多说少。所以我先跳最后这一个后面最后面保罗是要讲啥？所以29节，正人，伊讲正人兼拢是使徒吗？拢是先知吗？拢是教师吗？拢是行关联的吗？拢有医病的文书吗？拢会讲逐样的英语吗？
拢会翻译吗？恁着切心目，遐个较大的文书。我要用第一号的路，煞基是恁。好，保罗这里会乱掉哈，这里会乱掉。这里12章结束，13章是插进去的，13章是插进去讲爱，讲疼。唔通把这个疼当作是一个文书，唔是保罗，唔是咧讲这个意思。12章的结束是爱接去14章，好，爱接续14章。伊遐较有讲到讲，得求仁爱，嘛得切心目，属伫上帝的文书。这个会接回去12章的最后面。较要紧的是做先知来传道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保罗认为较重要的文书是啥物货？做先知来安那？来传道。不过为什么保罗这么说？是不是这个为适合所有世界的教会？无拄啊好，因为哥林多前书他讲的，他们比较重视的是我会当安那？讲一个几人听无的话，我会说方言，迄上高哇！你拢听无？敢若我知，其实我嘛唔知，吼表示我安那？我较熟练吼，我较悬。保罗要讲的是讲，恁大家拢讲这较好，唔是因为这讲的拢听无。什么会较重要？听有较重要。好，所以做先知讲道，这会当教导。保罗认为说，恁哥林多教会。会当教示迄个讲出来，人听有话，听有话迄种的能力，这个是第一重要的恩赐。各位兄弟，所以有不同的主，在不同的教会，当然有伊较重要的所在。不过检采是有伊较重要的组，嘛无表示其他的组安那，会当甲放散，会当甲囥伫遐，毋是，因为保罗要讲的迄个。肢体三合的迄个概念，也是爱抓这条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要讲的是，当然，各位兄弟，咱一个教会有牧师、有长老、有执事，有侪无共款团契的干部吼，也是算到尾啊，讲我拢毋是，我是平的信徒，叫做平的信徒。各位兄弟，啥人较重要？啥较重要？咱伫上帝目睭内面看，啥较重要？你可能会发现，讲，咱伫上帝的眼光看，迄个重要性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。不过有可能伫某一个事工内面，我们的重要性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不一样了。不过咱爱知影。教会毋是干那要做一个事工，毋是干那要做一时人尔。爱知影伫无共款的情形，咱的重要，咱的重要性就会怎么样？会不一样。所以，敢无水电上重要？无人敢讲，恁讲无重要，无要紧啦，我袂伤心。敢无水电一点上重要？无一定啊。所以牧师讲的拢爱听，对不？你们也不要摇头摇那么快嘛，这样会伤心。各位兄弟，我这边一定要绕出去讲一个概念，那个权柄是重要的，那个权柄很重要。不过权柄不是从地位来的，跟权柄跟那个官柄 authority 两做伙，不是他的地位。不是他的职业，跟迄个官兵连做伙，是看伊的责任。有责任的人，他自然就应该有什么？有权柄，是不是？就是讲伊讲的，就算，因为他要干嘛？负责嘛，是不是？昨天那个女生厕所的灯一直闪，我来挖，就一个灯管不对嘛，就闪。我换完就3个灯管都不亮了。英语就一直骂，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会呀，害我们女生厕所暗迷蒙
我哪知道现在灯管会长那个样子哈？现在都是 LED 的灯哦，跟以前不一样。被我换完变3根都不会亮哦。哎，这个权柄在哪里？什么州的权柄啊？中部州的权柄啊，对不吼？我硬要去人换啊，怎啦？就暗明蒙嘛。哦，各位兄弟，唔是看你的身份地位，得看你的权柄，唔是，是看你负的什么责任，得看你的权柄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咱得对这个责任去思考，